勾公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每次到客庄去出差啊，我回来呢一定会买一瓶激酱，因为我觉得它不但很开胃啊，而且呢蘸白斩鸡呢，真的好美味哦。而说到了激酱，就是激酱，激酱啊，就是激酱哦。我觉得在客家庄里面啊，激酱真的是很好用哦。激酱至于客家人，就有点像是番茄酱至于意大利人，什么都能沾哦，豆腐啦、五花肉啦，还有我自己最爱的白斩鸡，沾上了激酱啊，更是绝配。白斩鸡就叫做给盘。给盘就是白斩鸡了。那其实呢，这个激酱之所以很有名，因为呢，它从采收啊，一直到熬煮到完成，它都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调味料，而且它酸酸甜甜的，大家呢一定要尝尝看。尝就是怂，怂就是尝哦。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呢，就是白斩鸡沾激酱很香甜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豆盘嘅雞肉溫激醬，又香又甜。豆盤嘅雞肉溫激醬，又香又甜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你一块来尝尝激酱的奇妙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啊又点了一个给盘加激酱，很好吃哦。为什么给盘不是沾酱油啊？在客家啊，给盘呢一定要加激酱，一干咪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小姐，这边是我们的给盘，旁边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激酱。那我们是跟小农做契做的，吃起来的话蛮道地的，可以尝尝看。这激酱真的很好吃哦，试试看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个酸菜文鲜鱼啊，你一定要手宽呐。这个酸酸呢，很下饭呢。白斩鸡沾上了激酱啊，真的是绝配耶！对啊，我也觉得激酱呢，如果呢拿来加五花肉，也是超好吃的。所以赶紧要帮你复习的就是激酱，也就是激酱。激酱就是激酱了。那刚刚怡姐提到喽，记得要沾白斩鸡，很棒的哦。白斩鸡就是给盘，给盘再加上激酱啊，碰上了就是绝对的美味哦。因此啊，你一定得要品尝，尝就是怂。怂就是尝，没错。所以今天要帮你复习的一整句话呢，就是白斩鸡沾激酱很香甜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豆盤嘅雞肉溫激醬，又香又甜。豆盤嘅雞肉溫激醬，又香又甜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带你品尝了客庄的经典美味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